由嗰間公司係有用電腦資訊科技網絡嘅系統咧，都係問一問自己，然後睇下自己有幾多，即個水平係去到邊一度嚇。咁譬如早幾日我哋喺嗰個論壇入邊講 BIT 嘅論壇入邊，都好多朋友都係提到咧，一定要高層嘅支持。咁乜嘢都係嘅，如果高層支持嘅咧，講兩講 nice to have， 咁跟住就唔記得咗㗎啦。咁跟住其他，我哋係咪已經有一啲制度，去喺個購買過程之中咧，係特別去揀選一啲嘅產品喺嗰個回收嗰度，我哋可以點樣有一個計劃係用得更加係理想，而唔係抌咗佢出去門口就算等等。咁另外即係譬如會唔會有一啲計劃咧，係將一啲使用咧係降低？有一啲嘅 target 嗱，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要有啲地方咧，我哋係要自己根據自己嘅情況 set 翻一啲嘅目標。如果你冇嘅咧，咁就即係大家都話我哋慳啲電啦，用少啲紙啦。你冇目標嘅話咧，做得好你又唔知，做得唔好咧，亦都唔知喎。咁跟住咧，隔一陣咧，大家就會唔記得咗。所以其實即係有定一個目標，亦都係好重要。咁如果計一計數嘅話咧，喺呢度用一個例子，我哋用一部 PC， 普通一部呢部咁嘅 PC。當你一路咧都每年咧係工作咧譬如每個鐘即係淨係工作時間開嘅45小時，52個星期，你睇到嗰個計條數出嚟，有2300幾個鐘頭。咁如果計香港嘅電廠嘅排放嗰個量，嗰個碳 CO2 嘅量，然後咧你將佢每一部嘅寫字樓辦公室嘅 PC， 你可以計到咧，原來咧係要種10棵樹種10年，一部 PC 啫喎先至可以種10棵樹10年，然後即係然後再種佢10年，然後咧你先至咧可以係補償翻佢嗰個碳嘅排放。咁你睇到就幾恐怖啦！嗰條數可以加起上嚟有幾大？我哋而家一方面，我哋尤其是我哋自己做 IT 嘅咧，就好即係自豪啦，成日就要計話又話係我哋香港嗰個電腦嘅滲透率幾高人人都有電腦，部都係咁開住嘅，你見到係點？咁所以咧，即係自己個人嗰方面嚟講咧，從自己個人開始咧，即係我成日都好鼓勵人哋嘅。不過我承認有陣時我自己都唔記得嘅。夜晚咧要記住刪電腦。刪埋嗰個 modem 咧，嗰個 cable modem 或者嗰個ADSL modem 咧，嗰條寬頻嗰個咧仲好。咁其實咧有誘因嘅，即係因為咧呢個對於電腦保安咧都係好啲嘅，你無謂着咗佢即係咧你熄咗佢。咁其實真係你計下條數，你諗下慳到幾多電可以減少或者即係唔係減種少幾多棵樹，或者即係唔使要種多幾多棵樹。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從我哋自己個人可以開始做到嘅嘢。技術嗰方面，今日我哋唔會講太多，但係其實咧一路嚟講咧係有越嚟越多嘅技術咧係可以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嘅。譬如咧有一種咧我哋叫做 virtualization 嘅技術啦，基本上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平時咧尤其是一啲大型嘅機構入邊用好多部電腦咧，其實有啲電腦唔係成日都喺度做緊嘢。當佢唔係成日都做緊嘢咧，不如咧你就將佢咧用一啲嘅電腦嘅軟件咧，就係令到佢將個安排得嗰啲嘅使用率嗰個率咧係比較高，嚟令到咧其實咧你可能咧係只需要用少一啲嘅電腦，少一啲嘅電，你就可以咧達到同樣嘅目的。咁當然咧喺嗰個尤其是而家咧，我諗好多嘅公司咧，電腦技術嘅公司咧都會發展一啲新嘅硬件出嚟咧，係喺個 power management 喺個用少啲能源慳電嗰度咧係做咗好多功夫。咁除此之外咧，當然就係喺個數據中心入邊啦。數據中心咧其實亦都有好多新嘅設計嘅技術，咁係可以咧令到嗰個希望用嗰個冷氣各方面係用得少好多嘅。因為咧唔知大家有冇入過數據中心，有啲地方就好熱，有啲地方就好凍即係個個喺嗰啲環境做過嘢嘅人都知㗎，留翻幾件冷衫喺度嘅好明顯咧就係浪費緊嘅。咁但係有啲新嘅技術就即係話會唔會將一啲嘅呢啲 server 嗰啲咁 rack 咧係將佢 enclose 咗佢，咁入邊就真係好凍啦，出邊嘅可能室溫咁等等已經足夠啦，就唔需要咧
即係你計成個 floor area 全部所有嘅地方咧都要咁嘅溫度嘅話咧，其實浪費好大等等。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設計上嘅技術咧，其實亦都存在。但係近期咧，我亦都同一啲嘅數據中心嘅公司傾，我話喂，其實人哋嗰啲 vendor 嗰啲咁嘅做呢啲咁嘅技術嘅公司，成日都話有呢啲咁嘅新技術喎，你哋有冇諗住用㗎？你哋又話要唔夠啊，要好多生意，要起多啲新嘅數據中心啊，而家供不應求啊咁樣。咁佢就話唔得㗎，有陣時咧好多嗰啲客戶佢哋嗰個 specification， 佢哋嗰個要求咧係未 upgrade 啊。咁佢話咧，我為咗要個客嗰個大公司大銀行做佢嗰單生意咧，咁我要跟佢嗰個 spec 嚟去設計我嗰個數據中心。佢話佢都未 upgrade，佢一定要我用嗰種嘅設計嘅方法，而唔係即係用呢種最新嘅技術嘅設計方法咧。佢話我啲客國驚佢唔收貨，所以我都係用翻原本個方法嚟去起啦。咁其實個用電量就高咗好多。咁啊慘啦！而家啲新起嘅咧，仲係用緊10幾20幾年前嗰個咁嘅設計標準，未完全係用到一啲最新嘅技術。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其實我自己係一個比較關注嘅，就係點樣先至可以將嗰啲用家機構同埋一啲供應商嘅機構，供應商如果慳到錢咧，橫掂佢由頭起嘅，即係佢真係供不應求啦嚇，或者佢舊嗰啲可以 obsolete 咗，佢起新嗰啲啦，嗰啲嘅數據中心啦，點解唔用最新嘅技術，或者用少啲嘅錢或者一樣嘅錢，起得佢更加係能源上面可以係 efficient 啫？原來係因為啲客嗰個用翻啲舊嘅要求嘅設計要求，若果係咁嘅話，就真係好浪費。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覺得咧係真係咧，反而我哋行業之中未必嗱，即係香港未必可惜咧，香港未唔知發揮到幾大作用嚇，因為好多時咧呢啲就係大公司嘅一啲全球性嘅一啲標準嚇。但係我覺得作為一份子咧，我哋都應該關注咧，就係話點樣可以將呢個技術嘅要求，係啲客戶嘅要求，同埋供應商嗰個同埋一啲新嘅技術，係可以令佢係可以align 得比較好，就唔好再係喺一啲新嘅投資嗰度都係用翻啲舊嘅技術一樣咁浪費嘅技術。咁就當然啦，政府嗰方面應該要做啲咩？咁嗱，而家政府做咗啲咩嘅咧？未必一定係香港政府啊嚇，即係有啲政府咋嚇。